高雄演唱会经济也带动观光，高雄市今年编2亿3千万的娱乐税预算，也向议会提修正案，要减收娱乐税，却引起议员批评。因为高雄负债已经是6都内面上介悬的，敢若支持这本土的艺文团体来减税。在政局是强调已经有10个县市拢减税，高雄是照办尔。国内国外歌手小连续来到高雄世运主场馆开演唱会，侪歌手会选择世运主场馆，除了立建着标章，免付场地费用甲抽舍嘛是诱因之一。最近高市府是向议会来提案，若是伫公有也是行政法人管理场所来举办娱乐活动，部分项目娱乐税要减半。提案嘛引起讨论，哪里议员有无同看法？是针对3000块以上，或者是5000块以上的这一些的场次，你们可以不要让他去减免娱乐税。我还是赞成这个目前我们现在这个娱乐税的条文的修正方向。针对娱乐税减收，区有县议员强调，高雄市目前是欠2400亿的债务，是6都上济。演唱会已经无收场地费用，娱乐税就无一个减收。财政局表示讲，减税当吸引更较侪歌手来。去年因为演唱会经济观光效益就超过45亿。虽然这样有一点娱乐税的一些税损，但是我们其他的一些我们的一个整个地方的财政的收入，其实它是可以 cover 过去的。财政局强调，目前全台有10个县市拢减税，就是要带动艺文产业的发展。学者是建议，市府爱以减少债务优先，娱乐税减半的对象无应该全面开放。高雄市政府嘛欠人足侪钱的啦，吼，本土的，咱台湾的一寡音乐表演团体，伊个减收税收，这是会使接受，哦，但是袂使影响到你主体税收吼减收这。娱乐税减半的提案，因为民代意见真济，市议会会伫临时会继续审查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